富祥的家人们平安，很高兴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可以齐聚一堂，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开始敬拜赞美之前，我们先来看2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用华语一起来念，预备，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在敬拜开始前，咱做伙阿头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哈利路亚！复活的主，你不在这里，你已经复活了，亲爱的耶稣。你是死亡的征服者，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独一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跟颂赞。是的，主，我们这个时刻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声音，还有我们的热情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让赞美成为武器，平息一切仇敌；让赞美成为武器，战胜一切忧虑，高声唱，赞美神奇。我们要宣告黎明，黑暗变成光明。我们要大声歌唱，宣扬你的胜利，高声唱，赞美神奇。我看见你摧毁高墙，看见巨人倒下，恐惧都消散，当我赞美你。复活生命与我同在，高举你到永远，万有气息都呼喊赞美你。赞美你。战胜风浪来袭，高声唱信心之歌，平静改变我心，高声唱，信心升起。我看见你摧毁高墙，看见巨人倒下，恐惧都消散，当我赞美你。生命与我同在，高举你到永远，万有气息都呼喊赞美你。赞美你。永活生命在这里，自由释放天来临，天空敬拜的声音。赞美你，赞美你，永活生命在这里，自由释放已来临，天堂敬拜的声音。赞美你，赞美你，永活生命在这里，自由释放已来临，天堂敬拜的声音。赞美你，赞美你，永活
王的王，万主的主。这样说，你是坐伫宝座顶的圣洁油膏，你是坐伫宝座顶的尊贵的油膏。哦，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伫差里，清心担当咱的罪伫你的身躯。互咱唔罪迄面死的人，话唔以即面来活。主你受苦，互因定死你个。第三日对世人中告我，你无伫遮，你已经告我。主啊，受害的油膏，下因得到权力、富有、智慧、快乐、尊贵、荣光、甲乐乐，伫天、伫地、甲地的下面、甲海面，一切受造的你，甲其中所有的，拢讲乐乐、尊贵、荣光、元帅，拢归乎坐伫座位者，甲油膏，到代代无尽。好，咱来做伙再来唱万王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你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谢谢耶稣，你一次献上了自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谢谢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谢谢耶稣，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你亲自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就是从你的身体经过，就是从那个幔子裂开的时候设立。亲爱的耶稣，我们存着万分感谢的心和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降服在你的面前，更深的来敬拜，更深的来赞美你，更多的对主说：复活的主，我深爱你。这个时刻，我们要将我们的心高举来献上，向神来唱，何等的感激！复活的主，我们深爱你，何等的感激，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
受死在十架生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曾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我们从头来唱，何等的感激，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生命，赐下你大爱使我敬畏，曾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你的复活，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跟神说：复活的主，我深爱你。我们一起开口的来对神祷告，更多的将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在神的手里，更多的思想神为了我们的罪牺牲的弟子在十字架上，他是何等强阔高深的爱，为了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他的爱就已经拯救了我们。是的，耶稣，耶稣，谢谢你。
姐妹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重担，我们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要赐下你的自由，你要解开他们的捆绑，因为神你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就要临到我们的里面。是的，主，我们要跟你求祝福，跟你求恩典，因为耶稣你说，若在你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也要在你复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因为神啊，你所加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的旧人跟我们的罪都已经与你一起在十字架上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而活。是的，主，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要将残的罪全部都与你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跟神宣告，让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要重新的来掌权作王。主啊，那复活的新的生命，就是我们不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活，乃是照神你的心意而活。那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每一次在祷告都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做过好的一个计划来祷告求神备赐。主啊，帮助我们要开始学习如何与你同工，而不是我们跑在神的前面，要神与我们同工。主啊，帮助我们的生命次序可以重新的被调整。主，你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宝座，居首位。主啊，愿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唱复活的主。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